各位呢度有篇文章就分析就話咧，胡塞武裝射咗唔少嘅導彈襲擊美國航空母艦，但似乎一次次射完之後咧都好似冇乜反應，即係換句説話講咧，美軍似乎一啲反應都冇啊。咁到底點解咧？咁樣呢度問你一定有問題啦。咁樣我哋個問題邊度？我覺得有，起碼咧就我哋要咁樣考慮。胡塞武裝嘅目的係咪真係要襲擊美國嘅航空母艦，導致咧美國會升級對也門嘅轟炸咧？胡塞武裝嗰個政治目的喺邊度咧？我哋先了解佢政治目的先。佢嘅政治目的係支持咧巴勒斯坦啲兄弟啊。咁我知道喺巴勒斯坦嗰啲兄弟最慘咧就係喺加薩地帶。就呢一輪咧，佢重新將呢一個襲擊升級。呢個喺3月15日以嚟，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當以色列破壞咗個停火協議之後，向加薩地帶進行攻擊，胡塞武裝咧亦都開始咧對美國軍隊攻擊。當然咧，同一時間咧，美軍亦都係轟炸也門嘅。所以個導火線有兩樣喺度，一個就係美軍轟炸也門，導致直接嘅導火線。第二咧就係以色列嗰邊咧就係破壞咗停火。故此咧，胡塞武裝喺呢度講就話發射咗成500發嘅導彈，但係咧就好似咧對美軍冇乜傷害。我嘅睇法我唔同唔同意呢個標題講嘅嘢。從軍事上面咧，你發射導彈，你梗係希望你導彈咧就可以擊中目標對個目標造成一定嘅破壞。但係咧，如果胡塞武裝嘅目的係要制裁以色列同埋咧英美嘅國家，呢兩個國家係參與轟炸也門嘅，要制裁呢幾個國家，佢所採用嘅手法就係咧禁止啲船隻去以色列嘅港口，同埋咧禁止英國同美國嘅船隻咧經過紅海。佢目的有冇做到咧？做到，因為咧喺而家佢已經係曾經係擊沉過2艘貨船噶，所以你航母艦或者其他啲軍事用嘅船隻，自然就可以咧就係抵禦呢個飛彈啦。但係咧商船唔可以。咁喺呢個咁緊張嘅情況之下咧，英美嘅商船同埋以色列嘅商船唯有兜圈咧，就唔敢嚟呢個紅海啦。所以佢嘅政治目的係達到咗嘅。而咧佢發咗咁多導彈，打唔中呢個或者破壞唔到美國，但係美國為咗要防範呢啲咁嘅飛彈，亦都要發射咧係反飛彈嘅飛彈啦，同埋要派戰機咧飛起嚟，就攻擊呢啲咁嘅飛彈，對美軍嚟講造成一定嘅破壞嘅傷害嘅。啲傷害當然佢自己本身嗰個船隻冇事，但係咧你啲導彈咧亦都唔平噶。喺呢度對美軍導致一個非常大嘅經濟損失。有部分嘅飛彈咧喺佢哋嗰啲唔係講航母艦其他艦隻上面係要翻去母港先能夠咧重新嚟裝嘅，唔可以咧就將啲飛彈運去歐洲或者地中海附近嘅國家，然之後嗰度安裝導彈，然之後嗰隻船再出嚟啦。呢個有部分係做唔到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佢哋啲導彈發射咗之後，美軍啲導彈發射咗之後，你就真係冇噶啦。所以從第二個角度嚟講胡塞武裝嘅導彈襲擊打唔打中美國嘅戰艦都好，美軍一定要做防備。呢個係消耗緊美國嘅導彈，呢個係消耗戰嚟噶。
第三咧，我覺得咧佢胡塞武裝可能咧根本就冇嗰個決心去將呢個戰爭升級，冇決心真係要打中呢個美國嘅航母艦或者嘅艦載船隻，或者擊沉啲船隻，使到咧呢個戰爭咧會升級。佢根本唔需要升級，佢維持而家呢個咁嘅狀態，你就足以啦達到佢要制裁以色列同埋英美國家嘅效果。所以從嗰個經濟，從個政治上面咧，其實胡塞武裝呢一輪嘅500個導彈發射咧，其實係有效噶，所以又唔算啦係失敗。因此我就唔同意咧呢個題目所提嘅嘢啦。當然啦，呢篇文章後面咧講咗好多關於胡塞武裝嗰啲導彈就可能真係殘舊啦，或者咧就唔夠先進啦，咁咪俾美軍可以截到。呢個唔緊要，最大嘅目的唔係真係要擊沉美國嘅戰艦，而係要使到美國嘅商船、英國嘅商船，而家佢仲宣布埋啦，對以色列嘅機場都要實施禁飛呢啲商業航班去以色列嘅機場一樣係受襲擊嘅對象。呢個仍然係針對緊以色列，要逼以色列換呢個態度。當然啦，而家我知道就係我覺得就逼唔到噶啦，以色列就已經硬咗心腸，一定要搞落去噶啦。咁巴勒斯坦人就目前個境況都好慘，而家啱啱過完冬天啦，咁但係咧嗰個嘅戰爭又再開始。咁我哋知道前一段時間咧，以色列襲擊咗咧加薩地帶嘅醫院，咁已經就係好少醫療嘅能力都仍然俾佢繼續削弱緊，所以呢個會繼續落去噶啦。呢個我哋只可以同情啲巴勒斯坦人，亦都好彩咧，有胡塞武裝咧係真真正正咧對啲巴勒斯坦人係顯示出一個軍事上嘅支持。咁美國而家就真係好頭痕噶，遇着呢個胡塞武裝，你炸佢又炸佢唔到，佢又不時咁射下飛彈，咁你唔防護又唔得，造成對美軍相當大嘅經濟壓力噶。